好啦，咁我哋喺呢一章咧就會講下金融體系喺全球經濟入面扮演嘅角色。咁我哋會講6個範疇嘅，第一係供求關係，第二係經濟界別，第三資金嘅流動，第四國際資本同埋投資嘅流動，第五環球金融體系嘅參與者，同埋6貨幣同埋銀行體系。咁第一步我哋想講一講啦，供求關係到底係乜嘢？嗱，記住供求關係係消費者同埋生產者嘅關係。OK， 嗱，咁我首先想講一講需求先啦，需求 demand 咁到底消費者購買商品同埋服務嘅時候會考慮啲咩呢？即係有啲咩因素會影響個需求呢？第一最直接啦，當然係件商品嘅價格啦。嗱，咁我哋攞 iPhone 嚟做例子啦。嗱，記住 iPhone 如果越賣越貴呢，就越嚟越少人想買噶啦。咁所以如果個商品嘅價格係越高呢，個需求就會越少啦。OK， 第二就係收入水平啦。咁人越有錢呢，就會越容易買多啲貨物服務啊。咁你記住收入越高，個需求就越多噶啦。OK。咁喜好同埋潮流啦，咁當然越合時個需求就越大啦，越多啦。咁商品嘅供應你話如果嗰件嘢嗰件貨物係好難買到嘅，譬如 iPhone 嘅好難買嘅，好多人都想買嘅，咁會唔會好多人買到啊？唔會嘅喎，一定要個量夠大，佢個供應夠多，你先會容易買到噶嘛。OK， 咁所以個需求都係啦，供應越大，需求越大啦。OK。咁另外一樣嘢就講替代產品啊，替代產品，即係話，如果你唔買 iPhone，你可以買 Samsung 喎，你可以買 LG 喎，係嘛？咁所以如果越嚟越多其他唔同種類嘅機種可以取代 iPhone 呢，嗰個需求就會少咗啦。OK，咁你記住啦，商品價格越高，需求越少，收入越高，需求越多，越合時需求越多，供應量大，需求越大。OK， 替代品多。替代品多，個需求就會減少啦。OK， 咁到底最重要決定一樣產品或者服務嘅需求係乜嘢啊？講過啦，係價錢。嗱，頭先我哋講過，價錢越高，需求量會點啊？越低啦。咁價錢越低，需求量會唔會多咗啊？會多咗喎。咁所以需求量就越高啦。所以呢個關係係正比定反比啊？反比啦，因為商品價格越高，需求量減低，所以係反比。OK， 咁我哋講完需求啦，我哋又講下供應啦。喂，到底有啲乜嘢係影響產品同埋服務嘅供應噶？嗱，記住第一件事，頭先講需求最重要嗰樣嘢係乜嘢啊？價錢啦，價錢啦。咁供應呢？供應最緊要係咩啊？當然都係價錢啦。如果客人願意俾錢嘅數量越高，廠商就越容易生產，越願意生產啦。咁所以價格越高，供應係點啊？多咗咯，高咗咯。咁第二啦，你去生產一件貨物或者生產一件產品 ，OK， 你都需要成本、人力、物力、材料費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嘅成本越高，賺錢嘅機會係越低定越高啊？成本越高，賺錢嘅機會梗係越低啦。咁你願意生產多啲定生產少啲啊？賺唔到錢啊，唔生產咁多噶啦。咁所以成本越高，供應就會越少噶啦。OK， 咁第三啦就係個分銷嘅成本啦。分銷嘅成本啦。嗱，記住鋪租越貴，或者係個代理商賺你嘅錢賺得越多咁你就越唔願意生產噶。點解啊？都係冇錢賺啊嘛，冇錢賺咪唔做咯，係嘛？咁所以鋪租越貴啦。包裝越貴啦，物流嘅價錢越貴啦，你都會減少個供應嘅。咁最緊要啦，就係相關技術嘅成本同埋佢嘅供應啊。即係話，如果設計呢個產品需要你好耐時間嘅，需要你有好多嘅資源嘅亦都要好多嘅配對嘅，好難去生產個產品嘅。咁你會唔會更加願意去生產啊？定係冇咁願意去生產啊？梗係冇咁願意去生產啦，因為點解啊？要花多啲嘅資源，又唔知賺唔賺到咁多錢喎，咁咪少啲人做咯。好啦，咁再總結一下啦。所以記住，價格越高，供應量就越多；成本越高，供應量就越少。分銷成本越高，供應就越少。
研發相關技術嘅成本越高，供應就越少啦。OK， 嗱，咁好似頭先我哋講需求一樣最重要影響供應嘅因素係乜嘢啊？一定係價錢啦。咁商品嘅價格越高，供應量會點啊？如果容易賺到錢，咁你願意生產多啲定生產少啲啊？梗係多啲啦。所以商品嘅價格越高，供應量就越高。所以供應同埋價錢嘅關係係點啊？正比關係啦，正比關係啦。OK， 即係話商品價格升，供應量就會升啦；商品價格跌，供應量就會跌啦。OK。咁我想問下大家，知唔知需求同需求量有乜嘢分別啊？嗱，其實呢樣嘢分別好大噶吓。嗱，記住需求呢就係成條線，你哋可以睇到右手邊有兩條線，需求線一、需求線二。需求係嗰條線，成條線本身叫需求。咁喺條線上面可能有好多點嘅，OK？呢一啲點呢就叫做需求量。咁你睇到呢，喺呢啲點度呢，其實喺同一條線度嘅。咁呢一啲點，每一點呢都係象徵住唔同嘅價錢，消費者願意買幾多。咁如果你嘅價錢越低，咁你當然消費者就願意買多啲啦。價錢越高消費者就願意買少啲啦。OK， 因為貴啊嘛。咁記住啦，一般情況下呢，我哋只會喺條需求線度透過嗰個價錢嘅改變呢，去決定我哋需要幾多貨物嘅。但係隨住經濟嘅改善隨住科技技術嘅改善可能而家以前生產啲嘢冇咁多，而家生產多咗，啲人願意要多啲嘢，咁啊需求咪會大咗咯，所以條線咪會喐咯。OK， 咁但係好似我哋喺右手邊，我哋睇右手邊呢個圖啦。咁如果需求線一同埋需求線二最大嘅分別係咩啊？同一個價錢佢哋願意買多咗嘢定買少咗嘢啊？由需求一變到落需求二咯。同樣係講緊150蚊，以前佢願意買多啲嘅，而家佢只係願意買少啲啫。咁所以咩啊？可能呢樣嘢就冇咁合潮流啦，冇咁合時啦。OK， 明唔明白？只有一啲外在嘅因素先會將需求線由需求線一變成需求線二嘅啫。如果冇其他太多嘅外在因素呢，一般嚟講呢，你個需求量呢，只會喺條需求線，即係需求線一上面移上移落嘅啫。OK， 咁供應亦都一樣啦。供應條線呢，就係講緊一條線嘅。OK。第二呢，就係嗰啲供應量啦。供應量同供應線嘅分別呢，就係供應量呢係喺條線上面嗰啲一點點嗰啲啦。你見到啦。咁一般情況下呢，如果冇外來因素呢，咁隨住個價格嘅改變呢，嗰個點呢係會唔同嘅。咁如果價錢平啲啦，咁你係生產商，你願意生產多啲定少啲啊？當然係少啲啦。價錢高你願意生產多啲定生產少啲啊？當然係生產多啲啦。咁所以你會睇得到啦。喺唔同嘅價錢，嗰個供應量係唔同嘅。OK， 因為點解啊？影響供應量最緊要嘅係咩啊？價錢啊嘛。咁但係當有一啲外來嘅因素，影響到嗰條供應線啦，唔係供應量供應線啦。譬如話，我哋由供應線一去到供應線二，見唔見到啊？同樣一個價錢，以前供應線一可能係做20件嘅，OK， 而家同樣係100蚊。如果喺供應線二，我哋願意做幾多件啊？差唔多做到50-60件嘅。咁點解會有呢啲事發生啊？可能就係話嗰個鋪租平咗啦，或者個生產成本平咗啦，佢願意以同一個價錢就生產多啲啦，或者係點講賣翻同一個數量，賣價錢平啲，或者係賣一個貴啲嘅價錢，又再多啲數量啦。咁所以你要記住一啲外來嘅因素呢，先會影響供應線嘅啫。內在純粹改變價錢嘅，就會喺條供應線上面喐嚟喐去啦。OK， 咁你哋考試嘅時候呢，會有一啲模擬嘅題目噶，咁可能會入面會講到均衡價格嘅。咁其實均衡價格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供應量同埋需求量
相交嗰點。咁同樣啦，需求線、供應線點組成㗎？就係由呢啲供求量供應量同埋需求量啲點點組成啊嘛。咁所以亦都係供應同埋需求曲線相交嘅位置啦。OK。咁一般情況下，其實市場上面會唔會出現均衡價格啊？記住消費者咧係好無知嘅，生產商亦都好無知嘅，因為供應商唔會知道消費者諗緊乜，消費者亦都唔會知道廠商諗乜，而且世界上能夠計算變動嘅事實在太多，根本就冇可能可以準確預算，所以需求同埋供應曲線實質上有冇價值啊？其實冇咩價值嘅啫，因為因素不停變。因素不停變，需求同埋供應嘅曲線不停變，所以其實好多情況下咧都係冇辦法取得呢個均衡價格嘅，做唔到嘅。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經濟界別啊。咁經濟界別咧呢本HKSI 嘅考試內容咧就分為5個，一個家庭界別、商業界別、政府界別、海外界別同埋金融界別嘅。OK。咁跟住我哋落嚟講下家庭界別係乜嘢啦。家庭界別即係話一般嘅屋企或者個人啦，家庭或者個人。咁呢啲家庭個人最緊要係乜嘢啊？消費者嚟噶嘛，使錢噶嘛。咁佢哋屬唔屬於政府啊？唔屬於政府啦。屬唔屬於商業啊？唔屬於商業啦。OK。咁佢哋主要係乜嘢啊？主要係用嚟消費嘅，主要使錢嘅，俾錢啲公司嘅。所以佢哋係咩啊？資金提供者啦。一般人借卡數嘅多定係有儲蓄嘅多啊？喺中國人社會一定係有儲蓄嘅多啦。咁所以佢哋係咩啊？資金提供者啦。佢哋投資股票，投資落啲公司度，或者儲錢喺銀行啦。呢啲都係資金提供者要做嘅嘢。家庭界別就係點啊？資金提供啦。OK。咁商業界別又係咩啊？商業界別咪右手邊嗰啲大企業咯。咁記住啦，商業界別亦就係貨物同埋服務嘅生產商啦，貨物同埋服務嘅生產商啦。咁呢啲包括咗啲咩啊？唔同嘅公司啦，唔同嘅企業啦。咁你生產貨物你需要乜嘢啊？需要資金咯，需要錢咯，係嘛？咁所以佢哋係咩啊？一般嚟講，佢哋係資金嘅需求者啦。咁但係如果佢哋要開一間新嘅廠房，或者要開一條新嘅生產線，咁佢哋會投資嘅喎。咁佢哋會幫襯其他公司去鋪橋搭路買器材啊。咁喺呢啲特定嘅情況下呢，佢哋就會成為資金嘅供應者啦。記住，一般情況下，商業界別係借錢嘅嚇，係資金需求者嚟嘅嚇。只係有少數情況下，譬如佢要新起廠房新起生產線或者要買其他公司嘅產品同埋貨物呢，咁佢先會成為資金嘅供應者㗎。OK。咁政府個界別又係點呢？記住政府界別第一件事，政府最緊要係咩啊？收稅啊嘛。咁由於佢收稅，所以佢就成為咗資金嘅需求者啦。咁但係佢收咗稅之後有錢喎，有錢要做咩啊？鋪橋搭路、起醫院、起學校、派綜援或者進行其他嘅投資。喺呢個情況下，佢會成為咩啊？資金嘅提供者啦。OK。咁海外界別又點樣啊？咩叫海外界別啊？咪即係外國咯。記住大部分嘅國家會唔會同其他國家做生意啊？一定會㗎嚇。咁所以好多國家都會依賴進出口貿易嘅。OK。咁一般嚟講呢，我哋就會睇下佢入口多啲定係出口多啲嚟決定佢係資金提供者定係資金需求者啦。OK。如果嗰個國家係出口大過入口嘅，咁一般嚟講，我哋叫貿易順差啦。喺呢個情況下，佢就資金提供者啦。如果佢嘅入口係大過出口嘅，咁即係貿易逆差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呢，佢就係資金需求者啦。OK。咁金融界別係資金提供者定資金需求者啊？記住金融中介機構呢，其實又係資金需求者，又係資金提供者嚟嘅。因為點解啊？你儲錢喺銀行，你又提供資金俾銀行，咁銀行喺呢刻係點啊？資金嘅需求者咯，去攞你筆錢咯。咁佢有咗錢之後點啊？會放貸俾人噶嘛？會借錢俾其他人買樓私人貸款信用卡喺呢個情況下，
佢就成為咗嗰啲人嘅資金提供者啦。咁所以記住，銀行又係資金需求者，又係資金提供者嚟嘅。OK，嗱，咁你睇翻呢幅圖啦，咁你就大概知道啲資金係點流動噶啦。家庭界別一般嚟講係點啊？翻工，於是有收入啦，有咗收入就儲蓄啦、消費啦、交稅啦、買產品啦。咁你見到藍色線嗰啲就係收入嚟嘅，紅色線嗰啲係支出嚟嘅。咁你睇一睇個圖，你就大概明白，到底個資金一般嘅流動係點噶啦。OK，咁國際資本同埋投資嘅流動啊，咁你記住啦，金融市場而家係越嚟越全球化噶啦，大家個接觸啊、聯繫係越嚟越緊密嘅，所以資本嘅流動係越嚟越多定越嚟越少啊？越嚟越多啦，更加有效運用國際資源定冇咁有效啊？梗係更加有效啦。OK，仲有啲咩特點啊？就係投資者可以唔受國界嘅限制，可以將儲蓄放喺最佳嘅投資機會，你可以揾到最多最好嘅機會啦。OK，咁對於資本輸入國借錢嗰啲人啦，資本輸入即係借錢啦，咁有咩好處啊？佢哋咪可以現代化咯，起生產設施咯，引入現代科技啦，即係啲窮國透過而家咁嘅全球化呢，佢又可以有多啲錢去做呢啲嘢啦。咁如果有錢嘅國家本身投資喺本地，可能賺嘅回報冇投資喺新興國家咁多喎。咁有咗全球化，你可以投資新興國家，賺嘅錢咪高啲咯，咪多啲咯，機會咪多啲咯，好啲咯。OK，好啦，咁隨住全球化，咁個資金流量就越嚟越大啦。好似頭先講好多好處啦，咁有冇壞處嘅呢？梗係有啦。全球化如果資金流動越嚟越多，股市大升大跌，債市大升大跌嘅機會多咗定少咗啊？梗係大咗啦，因為點解？一個國家經濟下滑，可能會引致其他國家經濟下滑嘅，殃及池魚嘅。咁你睇到97、98年嘅金融風暴啦，07、08年嘅次按危機啦，10、11、12年嘅歐債危機啦，你都可以睇到點解啊？一個國家會唔會影響第二個國家？梗係會啦。咁如果資金流嚟流去好急劇嘅，會唔會令到市場動盪啊？當然係會啦。咁隨住而家全球化，嗰個資金流越嚟越大，將來我哋會面對呢啲波動嘅機會越嚟越大定越嚟越細啊？梗係越嚟越大啦。OK，咁講講環球金融體系有啲乜嘢參與者啦。咁呢度你望一望啦，有中央銀行啦、基金經理、股票經紀、企業顧問、交易商、中介人、交易所、信貸評級機構。咁一陣間我哋會逐個逐個講噶啦。咁跟住落嚟呢，我想同大家講下一啲超國家組織同埋多邊機構。你哋睇到嗰啲咩 IMF BIS World Bank OECD WTO 都屬於呢啲超國家組織同埋多邊機構啦。咁成日睇新聞都會講呢啲咁嘅多邊機構，到底呢啲多邊機構做乜嘢嘅先 ？OK， 咁跟住我哋首先講一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啦。記住我俾個好容易記嘅方法你，記住 IMF 係國家級嘅貴利，國家級嘅高利貸，專係乜嘢啊？放貸俾啲收支有問題嘅成員國，向呢啲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包括係咩成員國啊？阿根廷南韓當呢啲國家資金短缺有問題，IMF 就會放一筆短期嘅貸款俾佢，利息非常之高嘅。OK， 咁記住 IMF 最緊要係乜嘢啊？為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處理收支平衡嘅問題，係一個國家級嘅高利貸。另外仲會做啲乜嘢啊？處理國際嘅貨幣問題啦，促進國際嘅貿易啦，促進匯率嘅穩定啦，同埋國際收支嘅開放體系。呢啲就係門面功夫啦。最緊要係咩啊？提供短期資金，國家級嘅貴利啦。OK， 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 BIS 啦，國際結算銀行啦。記住國際結算銀行 BIS 就係中央銀行嘅銀行，即係每一個國家嘅中央銀行呢，都會喺嗰度呢有個 account 噶啦。OK， 咁記住中央銀行先至可以喺 BIS 國際結算銀行度開戶口。政府開唔開得啊？唔開得。個人開唔開得啊？唔開得。公司開唔開得啊？唔開得。呢個國際結算銀行主要係做啲咩呢？
除咗成為各國中央銀行嘅銀行之外呢，佢仲會促進各國嘅中央銀行合作，幫助各國嘅中央銀行管理外匯，喺各國中央銀行之間嘅買賣成為對方嘅交易對手，同埋喺金融協議入面呢，充當呢個代理人做個中間人啦。總言之就係同一啲中央銀行有關嘅業務呢，佢哋就會負責噶啦，佢哋就會管理噶啦，就係協調唔同中央銀行之間嘅交易同埋結算嘅問題。OK， 咁世界銀行最容易記嘅方法係乜嘢呢？好簡單嘅啫，記住世界銀行唔係銀行最緊要記住呢樣嘢世界銀行唔係銀行嚟噶吓，咁佢係咩啊？其實佢係一個國家級嘅發展基金，佢係幫助一啲貧窮嘅國家脫貧。咁點樣幫助一啲貧窮嘅國家脫貧啊？就係投資落去呢啲國家度啦，借錢俾呢啲國家嘅政府或者企業去鋪橋起路、做基建、開公司啦。咁透過做呢一啲咁樣嘅業務呢，就希望個貧窮嘅國家經濟增長啦。OK， 咁世界銀行記住啦，唔係銀行嚟嘅，佢只係一個發展基金，唔好俾佢個名誤導咗你。記住，世界銀行唔係銀行，得唔得啊？嗱，跟住落嚟我哋講下 OECD 啦。嗱，記住 OECD 就叫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其實只要做啲咩呢？做下統計，出下報告，協助國家呢就制定一啲國際公約，加強發展嘅步伐啫。其實就冇乜嘢做嘅。OK， 出報告、出統計，最主要做呢啲啦。咁WTO 啦，世界貿易組織啦。嗱，呢個反而重要喎。點解啊？因為佢係處理全球貿易規則嘅國際組織，主要係乜嘢啊？減少貿易障礙，即係叫啲國家減關稅減 quota 唔好設 quota 唔好設限額總言之，交易嘅障礙越少越好。國家之間嘅貿易越頻繁越好。如果國同國之間嘅貿易有糾紛，大家都係世貿嘅成員嘅，咁樣呢就會由世貿去處理兩個國家之間嘅貿易糾紛啦。記住，世界貿易組織憎乜嘢啊？唔中意啲咩啊？唔中意關稅，唔中意國際間嘅交易限制啦。OK，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貨幣喺金融體系有咩作用啊？嗱，貨幣即係錢啦，最重要係乜嘢啊？儲存財富，儲低啲錢啦。OK， 第二，愛嚟做交易嘅，你俾錢佢，佢俾錢你，你買貨要用錢，賣完件貨要收到錢，咁用嚟做交易嘅。第三呢，就係作為一個單股評估價值。如果我哋冇貨幣，我哋一層樓可能值咩啊？100萬個橙，100萬個橙即係幾多啊？唔知喎。但係如果有咗貨幣，有咗錢，我哋容易估啦。點解啊？因為錢係可以好容易分割嘅，1/10又得，1/20又得，100萬倍又得，好容易分割，好容易可以量化嘅。OK， 咁所以錢一定要點啊？持久耐用，便於攜帶。OK， 咁貨幣有分幾種嘅咁喺呢個考試入面呢，你要需要知道貨幣呢有分為 M1、M2 同埋 M3。咁平時大家見到嗰啲現金現兜兜嘅10蚊張、20蚊張呢啲呢，我哋就叫做 M1。咁除咗你手上嘅紙幣同埋硬幣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叫 M1 啊？就係儲喺銀行個往來賬戶，即係 current account 支票戶口入面嘅錢呢，就叫做 M1 啦。咁呢啲呢，就叫做狹義貨幣。OK， 擺喺銀行支票戶口入面嘅就叫做 M1。嗰啲現金手上嘅紙幣硬幣都係 M1。OK， 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講下 M2 啦。M2 包咗啲咩呢？記住，所有屬於 M1 嘅錢都係 M2 嘅錢。咁 M2 同埋 M1 有咩唔同呢？M2 就包括咗一啲存款啦。包括係咩啊？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啦，即係 saving account 儲蓄戶口都要計埋啦。OK， 咁就叫做 M2 啦。好啦，咁我想問下大家，手上嘅現金、手上嘅紙幣屬唔屬於M2 啊？屬於，
因為手上嘅紙幣屬於 M1，所以佢哋一定係屬於 M2，清楚嘛？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 M3啦。嗱，M3同 M2有咩唔同呢？M3一定包埋 M2嘅，所有係 M2嘅錢都係屬於 M3嘅錢嚟嘅。OK， 咁你記住啦，M2同 M3最大嘅分別呢，就係 M3計埋一啲唔係喺銀行體系入面嘅存款啦，唔係喺銀行體系入面嘅存款啦，即係一啲財務機構嘅錢啦。OK， 咁我想問下大家 M1 入面嘅紙幣，M1入面嘅紙幣屬唔屬於 M3 啊？屬於啊。點解啊？因為 M1係喺 M2入面，M2又喺 M3入面，所以 M1包嘅硬幣紙幣都屬於 M3啦。咁我想問current account 支票戶口入面嘅錢又算唔算 M3 啊？算啦，因為 current account 屬於 M1，咁佢喺 M2入面，既然佢喺 M2入面又喺 M3入面啦，所以支票戶口都屬於 M3嘅。OK， 咁到底銀行喺金融體系入面有乜嘢作用？銀行係乜嘢嚟㗎？金融中介機構啊嘛。咁佢最緊要係乜嘢啊？幫一啲資金嘅需求者同埋資金嘅提供者去配合佢哋啊嘛。咁所以銀行最緊要係咩啊？資金調動咯，配合資金需求者同埋資金提供者嘅要求同埋需要啦。咁調撥啲資金啦，提供資金嘅分配嘅效率啦。OK， 咁佢亦都為一啲資金嘅提供者提供咗一啲投資嘅機遇。你儲錢落喺間銀行度咁你自然有利息收啦。咁所以你亦都可以為呢個資金嘅提供者創造咗一個投資嘅機會啦。咁第三啦，就叫做實施貨幣政策。咁點解話叫做實施貨幣政策呢？因為其實好多銀行呢，最後尾呢都係會問翻政府借錢嘅，或者佢同政府之間呢係有一啲買賣債券嘅活動。咁所以如果政府想干預個市場，希望影響個市場嘅利率或者匯率呢，咁佢就會透過同銀行做交易或者借貸去做呢啲政策㗎啦。OK， 咁所以銀行最緊要第一係咩啊？配合資金需求者同埋資金供應者啦。第二，為資金提供者提供呢個投資機會啦。第三就係幫助政府實施貨幣政策啦。OK， 透過佢哋買賣債券同埋借貸嘅活動。OK， 咁中央銀行又係做啲乜嘢呢？嗱，中央銀行同銀行有咩唔同啊？銀行呢就係商業機構嚟嘅。透過賺息差賣保險賣股票賺錢嘅。咁中央銀行係唔係牟利㗎？中央銀行唔係牟利嘅，佢主要係乜嘢啊？幫助政府同埋幫助金融體系嘅，去監管呢個銀行體系，監管呢個貨幣供應嘅。咁喺香港有冇中央銀行㗎？香港冇中央銀行嘅，但係好似中央銀行嘅呢機構呢，就係金管局啦。咁金管局會點啊？監管個銀行體系啦，監管個貨幣供應啦。咁我哋頭先講過啦，我哋咪要講好多貨幣政策嘅。咁呢啲貨幣政策其實係干預緊乜嘢啊？就係匯率同埋利率啦。OK， 匯率同埋利率啦。咁呢啲中央銀行服務緊咩人啊？銀行體系啦、政府啦同埋公眾人士啦。OK。咁中央銀行有以下呢啲例子啦，譬如喺香港有金管局啦，歐元區呢就有歐洲中央銀行啦、歐洲央行啦，美國就有聯儲局啦，英國就有英倫銀行啦，日本就有日本銀行啦，中國就有中國人民銀行啦，馬來西亞有馬來西亞國家銀行啦，新加坡有新加坡嘅金融管理局啦。OK。咁跟住落嚟，我想同大家講下中介融資啊。到底中介融資係乜嘢呢？簡單啲嚟講，就係透過一個中間人去借錢俾人，或者問人哋借錢啦，咁就叫做中介融資。融資即係借錢啦。OK，咁佢係屬於一種間接融資嘅。點解叫間接啊？因為攝咗個中間人喺入面啊嘛。借錢俾人嗰個貸款人，即係資金提供者，中間係隔住咗呢一個中介人，呢一個中間人嗰筆錢先至去到個資金需求者，
即係借錢嗰個人手上嘅。OK，咁所以中介融資呢，就係中介人成為咗借貸雙方嘅中間人個橋樑啦。OK，咁喺呢個圖入面呢，資金提供者就先借錢俾銀行，銀行借咗呢筆錢翻嚟呢，就再借俾真正想借錢嗰個資金需求者啦。OK，咁呢一個過程就叫做中介融資。咁中介人啊，即係銀行啊，點樣獲利呢？其實好簡單嘅啫。第一，最主要好似左邊呢個圖咁樣表示呢，就係息差。譬如嗰個一般嘅存戶，佢用1% 嘅利率存錢喺銀行，咁銀行其實就等於用1% 就問呢一啲人借錢。咁銀行借咗呢筆錢翻嚟點樣啊？放翻出去咯，借翻俾人咯。會唔會用翻1厘嚟借俾人啊？唔會啦，就會收個高啲嘅利息啦。於是佢可能用3厘、4厘放翻出去，俾個真正想借錢嘅人啦。OK，咁透過1厘同埋3厘嘅息差呢，佢就賺到錢啦。咁如果唔用息差，仲可以用咩方法賺到錢呢？收啲手續費咯、行政費咯、經紀費咯，明唔明白？咁我俾個中介融資嘅例子你啦。咁啊，陳師奶右手邊啦就有300萬現金，咁佢呢就做1% 嘅定期存款。咁於是呢，佢就儲咗落去間銀行度。咁銀行呢就透過廣告呢就揾一啲想借錢嘅客戶。咁咧銀行呢於是呢就揾到一個想買樓嘅廖先生。於是呢，佢就用300萬呢就借咗俾呢個廖先生，就3厘啦。咁於是銀行就賺咗300萬啊，嗰個3厘同埋1厘嘅息差啦。OK，咁呢個係一個中介融資嘅例子啦。咁係咪世界上所有嘢都係中介融資呢？唔係，有好多係直接融資或者我哋叫做非中介融資嘅。即係咩意思啊？唔經過中間人咯。咁唔經過中間人有咩好處啊？賺多啲咯。咁但係我哋又唔知道呢條個債仔啊，呢個借款人呢個資金需求者還唔還得起嘅喎。咁所以點啊？我哋可能會揾一個獨立嘅第三方，譬如一個信貸評級公司去評估下呢個人啊嘅信用啊、個能力啊，會唔會還到錢啊？OK，咁如果唔係經過中介融資嘅，咁陳師奶有300萬現金，佢要主動啊周圍去揾一個想借錢嘅人啦，因為佢而家唔揾銀行啦嘛，佢直接揾人啊嘛，揾啲想借錢嘅人啊嘛。咁如果佢揾到阿廖生，佢就可以直接用3% 嘅利率放俾佢啦，咁啊賺多啲啦。OK， 點解啊？冇咗個中間人啊，冇咗個中間人係點啊？慳咗錢咯。OK， 喂，咁我哋睇完直接融資同埋中介融資啦。喂，咁點解要中介融資先？既然直接融資可以賺多啲錢，點解我哋要中介融資先？嗱，有幾個元素係有可能用中介融資好過用直接融資嘅，包括係咩呢？風險轉移、經濟效益、專業技術、流通量同埋電子化。咁我哋逐個逐個講啦。咁首先講下風險轉移先啦。風險轉移一個借錢嘅人可能有好多風險嘅，譬如佢還唔起錢啦，佢違約啦，佢做唔到其他嘢啦，令到佢還錢上面可能有拖欠啊、遲還啊呢啲咁嘅問題呢。咁如果頭先陳師奶直接揾廖生，咁廖生呢啲問題呢會直接影響到陳師奶嘅收入嘅喎。咁所以如果陳師奶係揾咗一間銀行，咁個債仔廖先生如果係唔還錢啊、拖欠啊呢一啲嘅情況，呢一啲嘅風險係邊個孭啊？冇錯啦，就係間銀行孭啦。無論廖先生還唔還錢啊，有冇呢啲咁嘅問題，有冇呢啲我哋叫風險啦，都係由銀行去負責啦。陳師奶就唔需要負責啦。咁所以呢個就叫風險轉移，透過中介融資借款人嗰啲風險呢，就會轉移晒落去個中介人度，由個中介人去承擔啦。OK， 咁我哋首先頭先講個例子呢，其實就屬於一種叫做信貸風險。信貸風險係乜嘢呢？其實即係還唔到錢，違約唔還錢啦。好似頭先借錢嘅廖生，如果冇咗份工，佢個還款能力就會下降。OK，咁於是陳師奶如果借錢俾廖生，係咪有損失啊？
係有損失㗎啦。但係如果透過銀行借錢俾阿廖生呢，咁啊廖生如果唔還錢呢，風險呢就銀行孭晒啦。OK，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流通性嘅風險轉移啦。所謂流通性風險呢，就係冇辦法直接將資產轉成為現金。OK，咁譬如頭先呢一個例子，如果陳師奶臨時需要一筆現金，佢可唔可以直接叫廖先生即時還錢啊？喂，廖生可能冇喎，即時還唔到錢嘅喎。咁於是個流通性咪好低咯，冇辦法即刻變現咯。但係如果透過銀行借款，銀行會有好多債仔嘅，咁佢可能求其揾幾個債仔還錢就可以還到俾陳師奶啦。咁所以佢去變現呢啲資產，或者我哋要套現嘅時候，透過個中介融資就會比較容易啦。OK，咁啊市場風險嘅轉移啦，咩叫市場風險呢？就係隨住利率、匯率股價變動，即係啲資產價格嘅變動。會影響到你一個人嘅收入或者損失啦。如果頭先嘅例子，如果陳師奶周圍揾借錢嘅人，喺利息高嘅時候，咁陳師奶賺到嘅錢固然多啲啦；利息低嘅時候，陳師奶賺到嘅錢固然就少啲啦。但係如果佢擺喺銀行做定期存款，咁就會鎖死晒成段借錢時間嘅利息。咁喺呢個情況之下，無論個利率跌咗幾多，佢都唔會受到影響嘅。但係有咩問題啊？如果個利息升咗，佢本身直接借錢俾人，可能賺多啲嘅，但係而家擺喺銀行鎖死咗，有冇得賺多啲啊？冇得賺多啲啦。所以佢就將呢個市場嘅風險轉移咗俾銀行啦。無論升跌都唔關佢事啦，佢就 lock 死咗佢個回報啦。OK，咁就轉移咗呢個市場風險啦。咁跟住落嚟講營運風險啦。營運風險其實就係一啲 operation 行政上面嘅問題，導致到你有損失啦。咁譬如公司營運上面如果出現咗一啲問題，令到公司賺少咗錢嘅，咁就屬於一種營運嘅風險啦。咁好似頭先呢門放數嘅生意，陳師奶如果病咗，行政上有延誤，就可能令到借貸嘅生意受到影響。如果用咗銀行透過銀行去放貸，咁就銀行去幫你負責晒處理晒呢啲嘢，你呢一啲嘅營運風險就會轉移咗落間銀行度啦，就唔需要自己去承擔啦。OK， 咁跟住落嚟我講係中介融資嘅經濟效益問題。如果陳師奶唔透過銀行去借錢俾人嘅，咁佢係咪要直接自己出去揾想借錢嘅人啊？咁如果係咁，就要花大量嘅時間同埋廣告費噶咯，就唔係咁容易揾到嘅。但係如果透過銀行呢，咁佢就唔需要使呢一筆錢啦。調翻轉，廖生如果想揾人借錢俾佢，如果冇銀行，佢都要自己揾嘅，咁樣都要花好多時間嘅。咁因為呢個銀行去處理好多呢啲交易，佢有好多存戶，亦都有好多想借錢嘅人揾佢呢，佢就有一個經濟效益啦。如果透過中介融資，咁就可以減少尋找交易雙方嘅時間同埋開支，咁就提高咗個效率啦。OK， 咁呢啲就叫經濟效益啦。咁另外啦，中介融資仲有一個好處就有專業技術啦。OK，咁有好多專業人士去幫你處理風險同埋其他營運上面嘅問題嘅。譬如係乜嘢呢？我俾個例子你。譬如話陳師奶根本就唔知道廖先生入息嘅文件嘅真偽冇辦法去評估佢，但係銀行有專係處理啲風險嘅人士噶嘛，咁佢咪可以幫到陳師奶咯。咁第二，陳師奶又唔識英文嘅，又唔知點樣處理呢啲借貸文件嘅，咁銀行入面就有大量嘅專業人士同埋職員去處理呢啲信貸風險嘅評估問題，亦都識得草擬文件啦。咁中介融資就有一啲專業嘅技術去幫你做到呢一樣嘢啦。咁另外，中介融資呢亦都增加到流通量嘅流通性或者流通量啦。咁你記住點解呢？因為好似頭先咁講中介人呢中介融資呢，佢哋係有好多好多人借錢，亦都有好多人借錢俾佢。由於佢有好多嘅網絡，佢可以揾到好多人借錢俾佢，亦都可以借錢俾好多人咁所以佢就好容易可以配對到啦。咁容易配對到，會唔會鼓勵有啲人借錢同埋放錢俾人會
如果好難做嘅，又要簽幾十份文件嘅，先至賺得少少回報啊，可能有啲人唔會做呢。但係由於佢咁方便，佢鼓勵咗啲人做呢一樣嘢，所以個市場嘅流通量就增加咗啦。OK，咁大家譬如話陳師奶好容易就可以借到錢俾阿廖生啦。OK，好容易就借到錢俾阿廖生啦，或者廖生仲要借多啲，咁銀行都可以揾多幾個人一齊借俾廖生啊嘛。OK，咁有咗銀行就有呢個配對嘅方便，咁我哋都可以講個流通量會比較好啦。咁中介融資而家越嚟越電子化定越嚟越傳統化？梗係越嚟越電子化啦，越嚟越高科技啦，越嚟越透明啦，所以效率係高咗定低咗啊？高咗啦。哇！咁我哋賺完咁多中介融資嘅好處，又有流通量啦，又專業技術啦，又有好多風險轉移嘅好處啦。咁有咩壞處啊？好簡單啫，有個中間人要錢咯。有成本咯，用中介融資會貴咯。好似頭先咁講啦，阿陳師奶如果直接借俾廖生就可能有3厘，但係如果透過銀行咁借就可能只有1厘，咁個利息收入咪少咗咯。咁銀行就係透過賺呢個息差，幫你去孭起晒風險啦，提供專業人士幫你評估風險啦，做晒呢啲嘢。點解要做咁多嘢啊？為咗賺錢咯，一係賺息差，一係賺手續費啦。OK。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有效嘅金融市場啦。咁有效嘅金融市場有咩特點啊？第一，最緊要嘅係乜嘢啊？資訊對稱，即係話咩啊？買家同埋賣家知道嘅嘢都完全一樣，大家都攞唔到對方着數嘅。最緊要係乜嘢呢？喺呢個情況下，點解會大家知道嘅嘢一樣呢？就係資訊係好發達嘅，你好容易可以攞到資訊，好容易可以評估到底自己買呢一件貨有冇着數嘅。OK，咁喺一個有效嘅市場呢，由於大家都知道呢件貨應該係值幾錢，大家都攞唔到對方着數嘅咁所以資訊對稱係第一個重點啦。第二係雙方可以隨意買賣嘅，冇乜交易限制嘅，任何人都可以喺呢個市場上面好輕易咁買到嘢同埋賣到嘢嘅，亦都冇交易成本嘅，即係唔會有手續費唔會有限額，每個人只可以買幾多，冇呢啲問題嘅可以隨意進行買賣嘅。第三亦都係所有買賣咗之後呢，都係會得到履行嘅，即係冇人會走數嘅。交易咗之後大家亦都係好容易咁樣可以揾到對方去完成個交易嘅。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能夠達到呢3點呢，先至算係一個有效嘅金融市場嚟嘅。咁到底市面上到底有冇一啲有效嘅金融市場啊？其實係冇嘅，因為點解？有好多法例噶嘛，有好多規則噶嘛，咁梗係唔係自由買賣啦。咁第二，資訊係咪對稱啊？買家同埋賣家知道嘅嘢係咪一樣啊？當然唔一樣啦。咁有冇人買賣咗之後會走數啊？當然亦都會有啦。所以一般嚟講，有效嘅市場常唔常見啊？唔常見嘅OK。咁跟住落嚟，我哋會講下咩叫高流通性啦，即係流通量啦。OK，其實流通性就係話點樣可以喺唔會蝕底嘅情況下買到貨或者賣到貨，即係話喺好少嘅損失情況之下呢，你就可以賣到貨，可以變現，就唔會賣平貨啦，亦都唔需要俾好貴嘅價錢去買貨咁我哋就叫做有高流通性啦。咁點樣可以達到高流通性呢？第一就係要有深度嘅，買家同埋賣家嘅數量好多，你可以揀嚟揀去嘅，你可以見到好多個價錢嘅，咁你咪會容易做到一個精明嘅決定咯。第二，買賣中間嘅差價好細嘅或者我哋叫做嗰個價錢嘅差異好細嘅，大家個價錢都好貼嘅。OK，第三，可以即時做到交易嘅，因為點解？如果我今日買，下個月先交收嘅，咁中間可能發生好多事噶咯，唔能夠即時完成呢個買賣，咁就會有好多問題噶咯。所以一個高流通性嘅市場一定要即時完成交易嘅。咁第四啦就係彈性啦，咁就即係話呢個市場咧到底能唔能夠抵禦一啲叫風浪啦？咩叫風浪呢？譬如話有一啲人突然間呢個市場咧得100個買家嘅啫，突然間佢想買500部機或者500件貨物，個市場有冇一個能力去應付呢一樣嘢啊？冇啦，咁佢就會影響呢個市場啦，個市場就會短缺啦。
一個高流通性嘅市場呢，就係無論你買幾多賣幾多個量有幾大有幾細，佢都可以安排到俾你嘅，咁就叫做有彈性啦。OK，咁我俾一個流通性嘅例子俾你啦。同學可能好多時都會有啲同事啊、朋友啊都會買賣 iPhone 噶啦。咁啊呢個香港買賣 iPhone 邊度最好啊？咁大家都知道就係呢個先達商場啦。點解個個都去先達商場啊？因為嗰度有好多買家，亦都有好多賣家。咁所以由於嗰度有好多買家同埋賣家，咁嘅深度夠唔夠啊？夠咯喎。咁如果我哋喺中環 IFC 門口買賣 iPhone，會唔會少啲買家？會比較少啲喎。會唔會少啲賣家？都少啲嘅喎，就冇咁活躍啦。買賣嘅活動個深度就少啲啦。咁啊講個差價啦。由於有好多買家、好多賣家喺度喺先達買賣嘅差價會唔會好大啊？唔會嘅啫，最多20-30蚊嘅啫。但係如果你企喺中環 IFC 門口或者又一城門口，個差價就可能大咯。因為可能點啊？冇買家賣家冇咁多，咁個交易就冇咁活躍，咁於是個差價就會大嘅咯。咁於是點啊？咪會容易平賣蝕底咗俾人咯，或者容易貴買咯。出現呢啲問題啦。第三啦，個即時性啦。嗱，喺先達，無論你買幾多部機都好，即刻就交易啦，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咁但係如果你喺中環買賣或者 IFC 門口買賣啦，或者又一城門口買賣啦，咁你可能要等啦，佢可能要喺第二個倉度拎過嚟啊，或者要點樣啦。咁呢個時間你個交易咪會受到延誤咯。咁咪唔係即時可以做得到啦，要等啦。OK，咁第四啦，個彈性啦。如果你突然間想賣100部 iPhone，你去 IFC 賣係咪即刻賣到啊？唔一定喎。咁但你去先達商場係咪一定賣到啊？500部、1000部你都一定賣到，亦都即時可以買到翻嚟。咁呢個就係個分別啦。個彈性呢就比較大嘅。咁如果你流通量又大，即時性又可以做得到，差價又細，深度就高，咁我哋就叫有流通性嘅市場啦。OK。咁金融市場有啲咩類別啊？嗱，金融市場我哋可以分場內同埋場外啦。咩叫場內啊？就喺股票交易所、期貨交易所一個集中嘅場地入面交易呢，我哋就叫交易所買賣市場。如果我哋透過打電話周圍揾人嘅冇一個集中嘅地方嘅，咁我哋就叫做場外交易市場啦。OK，咁另外亦都可以分為一手市場或者二手市場啦。咁呢本書咧就叫首次發行同埋已上市嘅分類。咁好啦，我想問下大家，平時大家買賣股票透過股票行股票機咁通常呢啲係一手定二手嘅股票啊？二手股票嚟㗎。點解？呢啲股票上咗市好耐㗎啦，你只不過喺第二個人嘅手上買翻嚟嘅啫。咁所以呢啲就叫已上市嘅交易市場啦。好啦，乜嘢叫做集資市場呢？其實就即係一隻股票未上市變成上市，即係嗰啲 IPO 啦。你哋成日講嗰啲公開招股公開認購啦，咁屬於一個集資市場嘅類別啦。OK，咁好啦，金融市場仲可以以功能嚟分類嘅。咁我哋如果想集資，一間公司想發債發股票而你去買呢，咁呢啲就屬於一個資本市場。但係如果兩個人佢純粹想對賭，或者兩間公司、兩間銀行想對賭一啲外匯市場或者衍生工具嘅交易呢，我哋就叫財資市場啦。OK， 記住財資市場係純粹對賭嘅，要集資我哋一定係資本市場啦。OK， 咁好啦，咁我哋講下集資市場即係一手市場同埋交易市場嘅分別啦，即係二手市場嘅分別啦。記住。集資市場即係一手市場呢，係幫一啲新嘅證券、新嘅股票、新嘅債券賣俾公眾嘅。OK， 咁佢能唔能夠為需要資金嘅人籌集到資金啊？梗係能夠啦，因為點解？係由公眾或者公司嘅手上撥去俾呢一個資金嘅需求者噶嘛。咁能唔能夠為呢個資金需求者籌集資金啊？當然係能夠啦。OK。咁所以包括咗啲咩活動啊？平時嗰啲 IPO 新債券新嘅供股認股權證呢啲全部都可以為發行人呢籌集個資金嘅。OK， 咁呢啲產品種類係會比較多啲定比較少啲啊？咁如果你話以一年嚟計嘅，今年可能只係出 iBond 出過幾個債券咁可能會比較少啲嘅。OK，
咁而流通量啦，一定要嗰間公司有資金嘅需要，你先會有買賣噶嘛。嗰間公司如果唔需要籌錢，會唔會有新嘢出啊？唔會噶咯喎，冇新嘢出就籌唔到錢，或者唔想籌錢就唔會有新嘢出啦。咁所以如果嗰期嗰間公司唔需要錢嘅，或者嗰一紮公司嗰個行業都唔需要錢嘅，咁個流通量會少咗定大咗啊？少咗啦，因為冇咁多產品俾你買賣啦嘛。咁交易市場啦，交易市場其實即係二手市場啦，即係平時你哋嗰啲買賣股票、買賣債券嗰啲啦。咁記住，凡係我哋交易市場呢，一定原先嗰個證券或者嗰個產品呢，本身已經有一個持有人噶啦。你買股票上一手嘅股東，咪就係嗰個持有人咯。你係喺一個持有人身上買翻嚟嘅，咁佢有冇將一啲錢撥落去嗰間公司度啊？冇噶喎。佢有冇為本身個發行人籌到資金啊？冇噶喎，因為呢啲已經係舊噶咯，已經賣過俾人噶咯，舊嘅股票嚟噶。你哋只不過喺度買賣緊一啲咩啊？已經存在嘅股票或者已經存在咗嘅債券啫。OK， 咁到底個產品種類會多定少呢？咁啊會多啲嘅喎。點解呢？因為就算嗰間公司需要錢，唔需要錢都好啦，佢過往嘅債券，佢過往嘅股票可唔可以買賣啊？可以買賣嘅，我哋唔需要諗間公司需唔需要資金，我哋唔需要諗間公司到底信唔信得過，最緊要係咩啊？可以買賣到，可以買賣到，我哋唔使等佢俾啲產品我哋買嘅二手市場，我哋淨係買對方嘅產品互相買嚟買去，我哋仲需唔需要諗嗰間公司出唔出啊？唔需要諗啦。OK， 咁所以個產品種類一定會多啦，佢過去幾十年出嘅產品呢，都可以買賣嘅。OK。咁你就知道嗰個種類會比較多啦，咁個流通量會比較大定細啊？你覺得呢個交易會多定少啊？梗係比較多啦。OK， 咁講完一手市場同埋二手市場啦，咁我哋又講下場內同埋場外嘅交易啦。咁所謂場內呢，其實即係喺交易所裏面買賣喺一個集中嘅地方入面買賣，咁我哋叫場內，咁就係個交易所買賣嘅市場。咁由於所有嘅買家同埋賣家都集中咗一齊，咁個流通性會大啲定係少啲啊？梗係大啲啦。點解啊？因為你容易揾到買家，容易揾到賣家嘛。所以喺一個交易所買賣市場，即係場內裏面呢，個流通性係大啲嘅。OK， 咁我想問啦，如果大家都集埋一齊咁到底你買賣嘅時候嗰個 contract 會係標準化啲定冇咁標準化？記住，凡係喺交易所入面買賣嘅證券或者期貨嗰個合約都係標準化嘅，即係話已經切割好到底你要買幾多啦，10部、50部1萬股、2萬股100手、200手，全部都已經標準化噶啦。咁變咗呢，嗰個流通量就會大啦。咁點解標準化會流通量大呢？你試想下，有個人如果佢話想買3000股，咁你好容易砌到3000股俾佢啊。咁如果佢要3230股呢，咁嗰個人又要2620股呢，咁你係咪好難配合啊？咁但係如果大家都係3000，咁四捨五入，大家都係想買埋3000股呢，就容易鼓勵到啲人買賣啦。咁因此個流通性就會大啦。OK， 因為標準化，所以流通性大。咁我想問啦，如果喺場內入面到底個監管係多啲定少啲呢？政府係會成日監管呢啲交易所嘅，所以佢監管程度會比較多啲，投資者保障會比較多啲。係啦，另外用交易所買賣市場仲有咩好處呢？如果你透過交易所買賣市場呢，即係話透過交易所去交易啦，原來你係唔需要知道對方係邊個嚟嘅，即係譬如話我買油價上升，你呢就賭油價下跌，我就同你對賭。但係如果我透過交易所交易，我係唔需要知道你係邊個嚟嘅。只要我喺交易所度買，你喺交易所度賣，我哋配合咗之後呢，交易所呢就有間公司叫做結算所，咁嗰間結算所呢，就會將我同你個名呢，就記錄落去一本簿或者一個電腦入面。咁無論以後係贏還是係輸呢，都會由個結算所同我負責嘅，亦都同你負責嘅。你同我係唔需要認識對方嘅。咁由於透過呢一個結算所去負責幫我哋記錄同埋負責我哋交易嘅問題呢，如果我贏咗錢，你輸咗錢，你唔還錢呢，就會由結算所去承擔你唔還錢嘅風險啦。我贏咗嗰嚿錢，結算所仍然要俾我。
你輸咗嗰嚿錢，你要俾結算所。如果結算所追唔到你收呢嚿錢呢，就係結算所嘅問題啦。咁呢一個過程，將買賣雙方嘅風險都轉移咗嘅過程呢，轉移咗俾結算所嘅過程呢，就叫做若無更替啦。所以信貸風險係多啲定少啲啊？喺場內梗係少啲啦，因為結算所去孭晒啦嘛。OK， 咁點解佢肯孭呢個風險啊？因為你買賣嘅時候有手續費俾咗結算所啊嘛。OK， 咁場外交易市場啦，其實就即係話唔需要透過一個集中嘅地方去交易啦。咁你逐個人獨自去揾啦，自己去揾人去買賣你啲股票啊、債券啊。咁所以容唔容易啊？唔係咁容易即刻揾到喎，唔係咁容易即刻買賣到喎。所以流通性係點啊？比較低啲啦。咁但係調翻轉話，流通性低啲唔緊要喎。如果我想買一個好零丁嘅數字，或者一個唔係標準化嘅數字，喺場外交易市場呢，只要雙方係同意呢，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咁所以買賣嘅年期啊、大細啊、數量啊、金額嘅大小啊，就會有較大嘅彈性。OK。咁由於佢喺場外交易啦，政府容唔容易管啊？唔係咁容易管啦，所以管少啲啦。所以投資者嘅保障係多啲定少啲啊？少啲啦。OK。另外，由於你哋喺場外交易嘅，如果你賭贏咗但係對方唔俾錢你，咁有冇辦法啦？如果喺場外交易市場呢，就唔係咁容易啦，就要你由你自己去直接追個對手啦。如果個對手還唔起呢，你就冇辦法噶啦。因為點解？冇咗呢個若無更替，冇咗結算所去幫你孭呢個風險啊嘛。咁所以信貸風險咪高咗定低咗啊？高咗啦。OK。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股本市場咯，股票市場咯，大家有冇？咁好啦，股本證券即係股票啦，到底有啲咩特點呢？嗱，記住，股票係擁有權即係你擁有一間公司嘅證明啦。可以分為普通股、優先股或者股本權證。OK， 咁有啲乜嘢會影響個股票嘅價值啊？同你做生意一樣啦，公司賺唔賺到錢啦，公司嘅盈利能力啦，公司嘅帳面淨值啦，公司即係盤數到底有幾多錢啦，有幾多資產啦，呢一啲呢，都係重要嘅因素嚟嘅。有啲人會考慮埋嗰個盈利嘅前景啦，或者相同嘅生意、相同嘅股票同一個行業嘅做緊幾多錢啦。咁呢都係影響個股票嘅價值嘅。OK， 咁到底點解要有股票呢一樣嘢先？咁借錢咪得咯。嗱，記住對於間公司嚟講呢，冇分別嘅。股票最緊要嘅用途係咩啊？籌集資金。咁投資者又點解中意股票呢？就係因為隨住間公司嘅成長，投資股票呢嗰個回報呢係會增大嘅。咁投資者投資喺間公司呢，其實就係睇好嗰間公司會增長，令到佢回報越做越多，越賺越多，係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債務市場啦。債務市場呢，就係串連一啲資金短缺嘅人或者機構，去俾一啲資金有盈餘嘅機構或者個人呢去投資嘅。OK， 其實所謂債務證券，其實就係借錢寫欠單。債務證券債券其實就係一啲可以買賣嘅欠單。譬如有間公司借咗錢借咗錢，有啲人投資咗落去呢間公司度，借咗錢俾呢啲間公司啦。咁呢間公司就寫翻張欠單俾佢。咁個投資者如果第時想賣咗呢張欠單俾另外一個人呢，佢可以咁做嘅。一啲可以買賣嘅欠單呢，就叫做債券啦。咁如果嗰張欠單係1年期以下嘅呢，咁我哋就叫佢做貨幣市場嘅證券，一啲短期嘅債券啦。如果係一啲1年期以上嘅債務證券呢，我哋叫佢長債啦，咁就屬於叫做資本市場嘅證券啦。OK， 記住最大嘅分別係年期，貨幣市場1年以下，資本市場1年以上啦。債券就係一張可以買賣嘅欠單。OK。咁既然債券或者債務證券係一張可以買賣嘅欠單呢，咁你記住一樣嘢，即係個發行人寫呢個欠單嘅人，即係借錢嗰個人呢，當然需唔需要還錢啊？一定要還錢啦。幾時還錢啊？原來寫喺張欠單上面呢係有一個到期日嘅。咁嗰個債券嘅借款人或者我哋叫發行人啦，就有一個期限，一定要喺呢個期限嗰個時候呢，就還翻個本金嘅。還俾邊個啊？還俾手持呢張債券，無論你買賣咗幾多次，最後尾揸住呢個證券，佢就係個債券嘅持有人。
咁你記住，如果嗰個發行人嗰間公司借錢嗰間公司要還錢，就還俾手上揸住呢個債券嘅人啦。OK，咁到時佢就要還翻一個利息俾佢，連埋呢個本金啦。OK，咁我哋頭先講過有啲叫貨幣市場嘅證券，即係1年期以下嘅短債啦。咁幾時俾利息呢？原來就係喺到期日嘅時候，本利一齊還嘅，本利一齊還嘅，或者佢哋唔有利息嘅，冇利息嘅，冇利息嘅。如果係咁冇利息嘅，點解人哋要借錢俾你呢？原來就好似借貴利咁啦，嗰張欠單就寫1萬，但係實質上借錢俾間公司呢，就只係借8,000。咁你借錢俾佢借8,000，佢還係還1萬，咁喺呢個情況下，咪好似有種利息咁咯。咁所以有時我哋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去借錢俾人，然後收翻個高啲嘅本金呢。喺呢個情況呢，我哋叫折讓啦。OK， 折讓發行啦。咁債務證券即係債券，仲有啲咩特點呢？嗱，記住我哋成日都話債券咧叫固定收益。點解叫固定收益啊？就係如果嗰間公司唔執笠，你持有個債券去到期日，間公司還錢俾你啦，咁你個回報咪固定咗咯，係嘛？回報咪固定咗咯。因為點解啊？個債仔即係個借款人個發行人會喺期間就支付一個定額嘅利息啦。第二，去到期日佢就會還翻個本金俾你啦。OK， 咁我想問啊，一張欠單嘅利息係咪一定係固定㗎？原來唔係㗎。原來你喺嗰張欠單上面個利息，你可以話係跟匯豐嘅利率加1厘，或者跟匯豐嘅利率減1厘，或者係根據恒生嘅利率加1厘。恒生嘅利率減2厘，咁你可以揾一啲指標嘅，然後去加減，咁呢啲就叫浮動利率。咁如果利息高咗，咁你咪嗰個浮動嘅利率咪高啲咯，你利息低咗，個浮動嘅利率咪低啲咯。有一啲呢就固定嘅，由頭到尾都係5厘。咁你記住啦，記住嗰個利息呢係好取決於寫喺嗰張欠單上面到底係幾多嘅。OK， 嗰個唔一定要係一個固定嘅數字嚟嘅。OK。咁我哋頭先講過啦，短債同埋長債有咩分別啊？短債就係1年以下，長債就係1年以上啦。咁短債包括乜嘢啊？匯票、商業票據、承付票據或者可以轉讓嘅存款證，呢啲係短債啦。咁長債包括咩啊？政府債券啦、公司債券啦、浮息票據啦、按揭票據啦。咁呢啲都屬於長債啦，即係幾多啊？1年期以上啦。咁債券可以點分類呢？除咗1年期以上、1年期以下，原來仲可以根據佢個風險嚟排列嘅。咁你咪平時聽好多人講咩垃圾債券、垃圾債券嘅。其實垃圾債券呢係咪1蚊都唔值啊？有冇人買㗎？梗係有人買啦。值唔值錢㗎？梗係值錢啦。你送啲俾我啊，好冇？咁記住啦，垃圾債券呢其實只不過係話佢哋嘅風險係比較高啲啫，比較容易還唔到錢啫。嗰啲公司嘅還款能力較差啫。咁點解有啲人仲要買垃圾債券啊？點解明明嗰間公司會容易還唔到錢㗎？點解你仲借錢俾佢啊？因為你收佢個利息可以高啲咯。就好似你去財務公司借錢同去銀行借錢，財務公司借錢嘅人多數都冇入息證明啊，冇好多文件啊，咁但係佢都仲肯借喎。點解財務公司仲肯借俾佢呢？因為利息高啲咯。咁我想問，到底呢個風險到底還唔還到錢？呢一個評估係邊個做嘅呢？就係由一啲叫做信貸評級機構，穆迪S&P Fitch 呢啲公司呢，就去決定到底呢一啲公司嘅還款能力啦。OK， 去決定值唔值得借錢俾佢啦。咁點解人哋會幫你評估值唔值得借錢俾佢啊？因為人哋會收手續費噶嘛，明唔明白？咁跟住落嚟，我哋講外匯市場係乜嘢啦？嗱，其實外匯市場呢，就主要喺場外嘅交易市場入面交易嘅，其實就係唔同嘅貨幣嘅買賣啦。OK， 唔同嘅貨幣嘅買賣啦。咁有啲乜嘢人會買賣貨幣啊？其實咩人都會噶啦，個人啦、公司啦、政府啦、中央銀行啦都會噶啦。咁有啲乜嘢會牽涉到外幣啊？咁香港人最中意嘅去旅行啊、進口商品啊、買外國嘢啊、759亞信屋啊、呢啲買賣外國嘅商品借錢啊、賭博啊，呢啲都會用到外匯噶啦。OK。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匯率制度啦。咁乜嘢叫匯率呢？其實就係一個貨幣對一個貨幣嘅價值啦。咁記住啦，匯率制度
唔同國家係有唔同嘅匯率制度嘅。咁成日報紙報嗰啲日元升跌，日元升跌，咁日元成日都升跌㗎啦。咁你覺得日元係浮動匯率、固定匯率定係聯繫匯率啊？梗係呢個浮動匯率啦。咁如果係一個浮動匯率嘅國家，最重要影響貨幣嘅因素係乜嘢啊？第一，一定係個市場嘅供求，睇下有冇人需要呢個貨幣。如果好多人去日本旅行嘅，好多人需要呢個貨幣咯，咁日元咪會升值咯。OK，最主要係個市場嘅供求。咁第二啦，除咗市場嘅供求之外，如果突然間大上大落，政府會唔會干預啊？譬如而家日元好強喎，咁所以日元個政府，日本嘅政府呢，日本銀行呢，就採取一個負利率嘅政策，希望日元弱啲啦，所以政府都係會干預嘅。咁通常政府會點樣干預啊？喺一個浮動匯率嘅國家，就係透過買入貨幣同埋賣出外貨幣啦。OK，咁第二就係除咗呢個浮動匯率之外呢，有一啲叫做固定匯率嘅。咁固定匯率係乜嘢呢？就係由一個政府或者個中央銀行去定一個匯率，定死咗噶啦，定咗出嚟，所有人買賣都要依據呢個匯率噶啦。OK。咁但係你想用呢個匯率買賣啫，個市場想唔想用啊？未必一定想用㗎，所以喺呢個情況就會有機會有黑市啦。咁政府需唔需要影響匯率啊？唔需要啊。點解呢？因為佢永遠都係定死咗噶嘛，咁所以根本就唔需要干預嘅。咁如果唔需要干預，但係又唔想個黑市變得太大、變得太快，咁樣點樣做啊？就係實施一啲貿易嘅管制啦。外匯嘅管制啦，去控制個匯率，一定同官方嘅目標係一樣啦。OK，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係聯繫匯率嘅機制啦。其實聯繫匯率呢，就係固定匯率同埋浮動利率嘅混種嚟嘅。其實佢就由政府或者一啲中央銀行呢，透過市場供求，再加上一隻外幣呢，去決定一個貨幣嘅價值嘅。好似港紙咁，其實就掛咗美金㗎啦。咁當市面上好多外國人嚟香港買資產喎，或者佢好多外國人需要嚟香港去消費喎，咁咪會令到好多人需要呢個港幣啦。喺呢個情況下，港幣就有機會短缺㗎咯。咁於是個政府或者個金管局啦，就會賣翻一啲港幣出市面，供應出嚟市面啦，去維持港幣對美金維持喺佢固定嘅水位，即係7.75去到7.85之間。咁所以由於個金管局要固定翻港幣對美金嘅價值呢，所以佢都係會透過買賣貨幣去維持個匯率係接近佢官方嘅目標嘅。OK，咁跟住落嚟，我哋講緊衍生工具啦。衍生工具嘅市場係乜嘢呢？記住衍生工具呢，其實係一個對賭合約嚟嘅。咁賭緊乜嘢啊？就係賭緊其他資產嘅價值嘅升跌，或者現金流嘅升跌。咁通常呢啲衍生工具會根據啲咩嚟賭博呢？根據股票啦，根據商品啦，即係黃金、石油小麥、粟米呢啲啦，外幣啦，同埋啲債券啦，去做賭博嘅。OK，咁衍生工具包括咗啲乜嘢啊？期貨啦、遠期合約啦、掉期啦，同埋期權嘅，或者其他一啲特種嘅衍生產品啦。OK，咁衍生工具可以喺邊度買賣啊？可以喺場內，又可以喺場外啦。咁凡係見到期貨，見到期貨呢個字，一定係場內；見到掉期見到遠期合約，什麼協議掉期呢啲一定係場外，好容易分嘅啫。期貨一定係場內，掉期一定係場外，遠期合約一定係場外，協議一定係場外，清唔清楚？咁金融市場又有咩參與者啦？好似我哋頭先所講，最緊要嘅係咩啊？有人需要錢，有人可以提供錢啦。咁固然資金提供者同埋資金需求者就係金融市場最重要嘅參與者啦。咁其實佢哋咪即係集資者同埋投資者咯。咁點解要集資啊？因為需要開拓新業務或者拓展現有嘅業務咯。咁點解要投資啊？想賺取回報咯。一係就入股，一係就借錢。呢個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咁金融市場做啲咩參與者啊？除咗借錢嘅人同埋借錢俾人嘅人，咁仲有金融中介機構咯，做中間人咯。咁除咗借錢嗰方同埋借錢俾人嗰方，咁梗係有中間人噶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啊？專業服務嘅提供者咯，
會計師啊、交收啊、結算啊、教育機構啊、專業組織啊，總言之，去支持中間人、支持借錢嗰個人或者支持借錢俾人嗰個人嘅專業服務啊，咁都係金融市場嘅參與者啦。咁啊，除咗呢啲參與者之外，有冇人去睇住成個金融體系去監管、去維持佢繁榮穩定㗎？有，每一個金融體系都會有佢嘅監管機構嘅。一係就係政府嘅監管機構啦，譬如話我哋叫政府體系，譬如話係證監會、金管局啊，呢啲咪屬於一啲半官方嘅組織咯。咁或者係一啲商業組織，佢都會監管佢自己個領域㗎。譬如香港股票交易係由港交所壟斷嘅。咁港交所就會管住到底呢個股票交易嘅市場係唔係公平啊、透明啊，咁就會由呢一個港交所去自我監管啦。咁一係就政府嘅半官方機構去監管，一係就由個商業機構去監管翻自己啦。所以監管者又有官方又有唔係官方嘅。OK， 咁規管同埋監督啦，記住金融嘅規管同埋監督呢，唔係需要好嚴苛嘅。亦都唔係要好獨裁嘅，最緊要係乜嘢啊？保障到投資者保障到投資者，保障到資金提供者嘅利益確保投資者呢係有一定嘅法律保障啦，而且佢做決定嘅時候係清楚明白㗎啦。你見其他而家好多銀行 sales 買賣之前都要話有呢個風險，有呢個風險，就希望個投資者知道自己做緊咩決定，做緊咩動作，有啲咩風險啦。第二，有個好嘅監管機構呢，就管理風險嘅時候會做得好啲啦，亦都提供咗一個法律嘅途徑俾公眾遇到啲唔公平或者欺詐嘅情況，佢可以追討嘅損失啦。OK， 監管係咪想罰啊？最主要唔係想補償，最主要係咩？預防。咁預防唔到啦，咁就係補償。咁所以監管就係預防勝於治療啦。OK， 咁喺香港銀行係邊個管嘅呢？喺香港咧，銀行業咧就由金管局管嘅，由金管局管嘅。OK， 咁佢哋會有啲咩條例會管銀行業啊？咁香港有銀行業條例啦。咁另外金管局咧，亦都會遵守呢個國際結算銀行。我哋頭先講嗰個中央銀行的銀行咧，佢就有一個巴素爾嘅協定。咁呢啲協定咧就確保國際間啲銀行到底要有幾多資金喺間銀行入面啊？點樣係叫做低風險啊？制定咗一啲標準，咁香港金管局呢，就希望啲銀行跟住呢套標準去做事噶啦。OK， 咁去管銀行體系嘅時候呢，金管局除咗自己嘅指引同埋銀行業條例之外呢，都會用呢一啲國際標準噶啦。OK， 咁另外香港呢，無論保險也好，銀行也好啦，佢都有一定嘅保障計劃，一啲賠償計劃嘅。OK， 咁你留意翻就得啦。咁證券業嘅監管唔使問啦，香港證券市場、股票市場邊個管㗎？證監會跟咩條例啊？證券及期貨條例啦，好簡單啦。OK， 咁保險業嘅規管，香港係由邊個管㗎？就係保險業監督啦。OK， 咁遲啲會有個新嘅機構嘅，就叫保監局嘅。咁但係考試咧，暫時係唔考嘅。OK。嗱，咁高度借貸機構係乜嘢呢？其實高度借貸機構呢，就係借好多錢去做投機賭博活動嘅機構，包括係乜嘢啊？對沖基金、結構性債券嘅發行商啦，或者係擔保債券嘅擔保人啦。OK， 咁呢啲高度借貸嘅機構呢，好神秘嘅，唔係好受監管嘅，個資訊都係好有限嘅，大家都唔知佢做緊乜嘢嘅。OK。咁講過啦，信貸評級機構，信貸評級機構係做乜嘢㗎？就係幫一啲人去評估一間公司值唔值得借錢俾佢，俾個評級佢睇下呢一間公司值唔值得借錢啦。如果信貸評級機構評咗你係高嘅，個評級係好嘅，你借錢咪會平啲咯。你個評級係低嘅，借錢就會貴啲啦。OK， 咁喺香港呢，證監會咧都會管呢啲信貸評級機構嘅活動嘅。OK， 咁講翻離岸金融中心啦。平時大家見到嗰啲咩 BVI、處女島、開曼群島、百慕達呢一啲嘅離岸嘅金融中心，點解喺金融界係咁重要啊？因為好多公司、好多基金都喺呢啲地方註冊嘅，去避咩啊？避免守法例同埋避免稅務嘅問題。
咁所以好多保險公司、銀行或者資產管理公司呢，都會喺呢啲地方成立㗎啦。最緊要係咩啊？低稅、少監管、高嘅保密程度，所以離岸金融中心呢係好重要嘅。而對外國人嚟講呢，香港都屬於一個離岸嘅金融中心。OK，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經濟週期啦。嗱，經濟週期呢有分4個階段嘅喺呢個考試入面。嗱，第一個階段我哋叫由擴張到高峰。擴張到高峰呢，其實就即係話個經濟好好，經濟增長好快速，家庭同埋商業開支都上升緊，大家都多咗錢使啦。通脹率亦都開始上升。工業嘅產能亦都到最高嘅水平，大家都有工開有工開啦。有好多工作要做啦。失業率高唔高啊？梗係好低啦。咁第二個階段就叫做由高峰到萎縮啦，即係開始變差咯。咁點樣開始變差？經濟增長就放緩啦，商業嘅投資就減少啦，工業嘅產量就下跌啦。呢一啲都係高峰到萎縮嘅常見嘅症狀啦。OK， 咁另外一個呢，就叫做由萎縮去到低谷啦，即係話變到最差啦，變到谷底啦。OK， 咁呢個時候會發生咩啊？就係話通脹率又會下降啦，失業率又會上升啦。個人嘅消費同埋開支咧都下跌得好犀利啦，大家都勒住個荷包啦，所以個人消費家庭消費都少啦，經濟增長又會低啦，甚至係負增長啦，失業率又會升啦，咁叫由萎縮去到低谷咯，好差啦，佢唔係淨係放慢，佢直情係負增長，咁叫萎縮到低谷咯。咁最後尾啦，劫後餘生啦，咁叫由低谷到擴張啦，代表咩啊？經濟復甦啦，利率下跌啦。投資嘅活動增加啦，失業率又會跌啦，工業嘅產能又會開始上升啦，咁叫由低谷到擴張咯。咁記住喺啲考試入面個谷字好緊要啊，谷字即係去到谷底啦，止跌回升啦咁大家記住呢樣嘢啦。萎縮去到低谷，即係到谷底未啊？未到，不過就到啦，所以好衰噶啦。OK， 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有啲乜嘢因素會影響呢個利率啊？利率即係借錢嘅成本啦，其實。你去借一筆錢，咁你都要俾翻啲好處人噶嘛，咁呢個咪你借錢嘅成本咯，利率就反映你借錢嘅成本啦。咁最緊要係乜嘢啊？影響可以利率啊？最緊要梗係供求關係啦。如果得一個人可以借錢俾人，但係有100個債仔想借錢，咁利息咪貴咯。如果有而家個經濟好好啦，個個都有閒錢借俾人，但係冇人需要借錢，咁利息咪會平咯。咁除咗呢個供求關係之外，仲會受啲咩影響啊？經濟狀態啦，政府嘅貨幣政策啦，政府嘅財政政策啦，通脹率、通縮率啦，海外利率啦，咁你知道就得噶啦。咁經濟狀況點樣影響利率呢？記住，如果係一個萎縮嘅時期，頭先我哋講緊萎縮到低谷，咁你記住啦，大家咪勒緊褲頭，開支投資都下跌啦，資金需求係點啊？比較少咯。資金嘅供應點樣啊？都少咗，不過冇需求少得咁快。咁由於好多人都肯借錢俾人，但係少咗人出嚟借錢，咁個利率會點啊？跌咯，因為點解啊？肯借錢俾人嘅人多過真正想借錢嘅人啊嘛，咁所以個利率咪跌咯。調翻轉，如果個社會個經濟好好係擴張緊嘅，個個都想出嚟做生意，個個都想借錢，咁市面上有冇咁多錢借啊？冇咁多錢借喎，個個都想使錢喎，咁市面上有冇咁多錢俾你使？冇喎，咁於是資金嘅需求就增加，但係個供應又冇咁多，咁所以個利息咪會升咯，係啦，咁就要留意呢一點啦。咁講翻貨幣政策點樣影響個利率啦？貨幣政策即係影響緊匯率同埋利率嘅政策啦。咁記住，中央銀行呢係可以透過買賣政府債券去干預個短期利率嘅水平嘅，透過同銀行對賭呢啲政府債券去影響個利率水平嘅。咁呢啲活動呢就叫做公開市場活動。咁另外，中央銀行呢都可以干預個外匯市場嘅，透過買賣外幣去控制本國貨幣嘅供應，透過買賣外幣去應付本國貨幣嘅供應嘅變動，咁去影響個利率水平嘅。記住，錢多錢少會唔會影響借錢嘅人嘅意欲同埋借錢俾人嘅意欲啊？都會影響嘅。你手上錢多咗，你咪願意借錢俾人咯。咁你願意借錢俾人，你咪睇下有冇債仔肯借咯。記住
外匯市場都會影響到嘅。第三就係透過嚴格控制呢啲借貸活動，限制越多，咁借貸越嚟越難定越嚟越易啊？梗係越嚟越難啦。咁係咪要肯高啲嘅利息先肯借啊？肯定要高啲嘅利息先肯借俾人啦。OK，咁所以管制越多，借貸嘅人就會少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能夠有一個有效嘅好嚴格嘅監管呢，咁你個利率就會好高噶啦。OK，咁啊財政政策啦，財政政策即係話政府嘅稅收同埋政府嘅開支會唔會影響到利率啊？梗係會有影響啦。點解啊？如果政府好大花筒嘅，政府透過大量嘅開銷同民眾一齊競爭一啲資金，咁會令到點啊？市場嘅資金咪會短缺咯，利率咪會上升咯。調翻轉，如果政府都係想利率上升，不過我唔想用使錢去做，我用收稅去做得唔得呢？如果政府係咁收好高嘅稅項，你哋逢係市民有錢剩低呢都要交稅嘅，咁市面上仲有冇人有閒錢剩啊？冇人有閒錢剩咯，咁有冇人可以成為資金提供者啊？少咗好多噶咯。咁既然少咗資金嘅供應，但係需求跌得冇咁快嘅時候，咁個利率會點啊？咁梗係會上升啦。OK，咁好啦，通脹又點樣影響利率呢？嗱，記住通脹呢就即係話啲物價呢就持續上升。OK，物價持續上升，令到啲錢有冇咁值錢啊？冇咁值錢啦，啲真金白銀就貶晒值啦。咁點算啊？咁咪需要更多嘅錢去買呢個貨物咯。OK，咁你記住啦，通脹呢有兩個成因嘅，一個就叫做成本推動型嘅通脹，一個就叫做需求拉動型嘅通脹。咁成本推動型嘅通脹呢，就即係話個生產成本貴咗啦。咁由於生產成本貴咗，個原材料貴咗，我梗係要賣貴啲先至可以賺翻同一個錢啦。咁需求拉動型嘅通脹呢，就即係話供不應求啦。咁過去幾年香港最供不應求嘅嘢係乜嘢啊？樓咯。咁如果用樓嚟講成本推動型嘅通脹對於樓嚟講有冇影響啊？梗係有影響啦。點解啊？因為建築工人嘅成本貴咗定平咗啊？貴咗喎。地價貴咗定平咗啊？貴咗喎。咁使唔使賣貴啲啊？梗係要賣貴啲啦。第二，香港過去嗰幾年人口係升咗定跌咗啊？升咗喎。想結婚嘅人多定少咗啊？多咗喎。咁令到個需求大咗定細咗啊？對樓大咗喎。咁所以樓價會點啊？咪會升啦。OK，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通脹點樣影響利率啦。嗱，記住通脹呢就即係貨幣嘅供應增加嘅速度快過經濟增長嘅速度。咁由於銀紙係供不應求定供過於求啊？供過於求啦。咁於是個個咪周街係咁使咯。因為點解？手上多錢啊嘛。咁於是物價上升啦。咁你點樣令到呢個銀紙供過於求嘅情況減少呢？就係吸引啲人擺翻啲錢喺銀行。咁市面上嘅錢多定少咗啊？少咗啦。咁自然物價咪會跌咯。所以通脹率上升，中央銀行就會加息，吸引翻啲人擺錢喺銀行，減少市面上流通嘅錢啦。亦即係將個貨幣供應量或者個貨幣供應嘅增長率呢，就較翻低佢啦。OK。咁調翻轉通縮即係負通脹啦。咁即係咩啊？貨幣供應嘅增長率係高過定低過經濟成長率啊？梗係低過啦。咁如果出現呢個情況，即係錢係供過於求定係供不應求啊？供不應求喎，供不應求喎。咁即係話市面上夠唔夠錢啊？唔夠錢啦。咁於是如果中央銀行想鼓勵市面上多翻啲錢，佢可以點做啊？將個銀行嘅利息調低，罰翻啲人，叫啲人呢攞翻啲錢出去使，唔好再擺喺銀行啦。咁當啲人攞咗啲錢出去使嘅時候，物價咪會上升翻咯。因為點解啊？嗰個貨幣咩啊？供不應求定供過於求嘅情況改善啊？供不應求嘅情況改善啊嘛。咁所以點啊？個物價咪會上升咯。OK。咁跟住我哋想知道海外嘅利率又點樣影響到本國嘅利率呢？嗱，如果外國投資嘅利率係高啲嘅，譬如話澳紙樓紙可能係高息啲喎，或者早幾年香港人好中意買人民幣，人民幣嘅利息高過港幣定係低過港幣啊？
高過港幣嘅喎。於是點啊？香港人咪將啲港幣換晒做人民幣去投資落人民幣度儲入落人民幣度咯。OK，咁即係話你向利率較高定係較低嘅國家投資啊？向利率較高嘅國家投資啦，希望賺取多啲嘅回報啦。所以借入資金嘅成本係點啊？比較高啲啦。OK，咁利率同埋匯率又有乜嘢關係呢？嗱，記住利率係可以影響匯率嘅，因為咩原則啊？一個叫做購買力評價嘅原則。OK，咁記住利率同匯率有咩影響啊？就一個叫購買力評價嘅原則啦。OK，咁到底香港嘅聯繫匯率又有咩問題呢？因為香港嘅聯繫匯率呢，就放棄咗貨幣嘅自主權嘅，因為點解啊？香港嘅港幣嘅價值係緊貼咩啊？美金啊，咁所以美國加息，香港都要跟住加息所以香港控制到香港本地嘅利率嘅能力呢，係好低嘅啫，好低嘅啫。OK，咁而家記住啦，而家嘅金管局或者而家世界各地嘅中央銀行呢，係越嚟越獨立噶啦，佢哋冇咁考慮政府嘅利益嘅，主要係乜嘢啊？針對嗰個地方嘅經濟發展去加息或者減息或者買賣外匯嘅啫，個獨立性係越嚟越高噶啦，越嚟越為百姓服務噶啦，你可以咁理解。咁除咗頭先講嘅中央銀行市場參與者之外，仲有啲乜嘢影響全球經濟嘅變化呢？咁包括有即時資訊放寬管制金融產品嘅創新同埋分散風險呢啲嘅因素呢，都影響到全球經濟嘅。咁喺過去嘅時候呢，由於資訊係有咁發達定冇咁發達啊？冇咁發達啦。咁大家對個市場嘅反應係比較慢嘅。如果出現咗問題呢，就比較難修正嘅。咁而家大家個回應嘅速度都好快啦，所以就好容易可以應對到金融危機。所以出現長期衰退嘅機會係多咗定少咗啊？梗係少咗啦，因為容易都處理啊嘛。咁但係記住啦，無論資訊幾發達都好，資產泡沫同埋信貸緊縮可唔可以發生啊？都係可以發生嘅。OK。咁而家市面上對金融嘅管制比起100年前係多咗定少咗啊？越嚟越少啦。譬如企業嘅限制越嚟越少啦，行業嘅限制越嚟越少啦，經濟嘅限制越嚟越少啦，交易過程嘅限制都越嚟越少喎。咁所以點樣啊？增強咗經濟應變嘅能力，令到個行業更加可以適應個經濟嘅環境啦，令到啲行業個復甦更加快啦。放寬咗管制之後，咁金融嘅產品創新又有乜嘢好處呢？隨住金融嘅產品嘅創新越嚟越多，咁就更能夠有效咁分配資源同埋風險啦。令到啲肯投資嘅、肯承擔風險嘅人士有一啲嘅投資嘅機會啦。亦都令到想借錢嘅人有更多能夠借到錢獲取到資金嘅機會啦。但係記住，過量嘅金融創新呢，可能對經濟係有衝擊嘅，包括係2008年嘅次按危機呢，都係一個金融創新過咗火嘅例子啦。咁金融創新包括咗啲乜嘢呢？可能係一啲證券化同埋一啲衍生工具呢，都係屬於啲金融創新嘅例子啦。咁包括咗啲乜嘢係金融創新呢？咩叫證券化呢？其中一樣成日證券化嘅美國嘅次按危機就係一個按揭證券化嘅過程啦。咁如果同學睇下右手邊呢個圖呢，其實都係一個債務嘅證券化嘅過程。咁有好多時候呢，外國嘅機構或者本地嘅機構呢，就會將好多人嘅欠債包裝成一個叫做組合，然後透過呢啲組合呢，就成為咗一啲債券或者一啲投資工具呢，就賣俾投資者噶啦。咁一般都係賣翻俾老人家噶啦，因為老人家比較有錢嘛。咁所以證券化嘅過程其實就係將銀行嘅風險賣俾投資者啦。OK， 將銀行嘅風險賣俾投資者啦。右手邊呢個圖將幾位小姐嘅卡數變成一個叫做信用卡組合嘅債券，然後咧將呢啲信用卡嘅組合嘅債券咧就賣俾投資者啦。咁所以咧就係將銀行或者中介機構嘅風險咧就轉移咗俾啲投資者啦。咁呢個證券化最重要嘅一步啦。咁全球化又有咩影響呢？記住全球化呢，就即係話大多數嘅國家呢都會互相影響噶啦，唔會好獨立嘅存在噶啦，就會依賴其他國家呢就進行貿易嘅。
OK， 呢個全球化嘅影響啦。咁啊，另外啦，科技對金融市場又有乜嘢影響呢？嗱，記住先進成熟嘅科技咧，就促進資金喺國際之間流動，咁啊加快咗資訊嘅流通啦，亦都推動咗全球嘅經濟發展啦。咁啊，大量嘅資金亦都可以輕易透過電腦同埋通訊網絡去流動，咁啊促進資源嘅有效分配，令到資金快速而輕易咁流向最有需要嘅地方啦。咁啊可以令到金融市場、金融系統更加流通、更加有效啦。OK， 咁啊全球化仲有啲咩影響呢？既然咁方便啦，咁你有好嘅用途，亦都有唔好咁好嘅用途啦。就係話投機嘅活動就會增加噶啦。咁於是點樣啊？市面上流入流出嘅錢咪更加快、更加大咯。咁所以如果一個國家出現經濟問題，就好容易殃及池魚，影響其他地區同埋其他國家啦。OK，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市場預期同埋消息啦。乜嘢叫市場預期同埋消息呢？其實就即係話平時講嗰啲新聞啦。咁記住，平時講嗰啲新聞有好多時你未出呢個新聞已經有人會覺得呢件事會發生啦。咁所以如果宣佈嘅呢個新聞呢一個消息係預期之內嘅話呢，譬如話而家出年。我哋覺得香港經濟唔好啦，咁但係嗰個出年嘅經濟數據係幾時出啊？要出年先出喎。但係我哋而家已經覺得香港嘅經濟唔好啦，所以點啊？我哋賣咗香港啲資產先咯，等下年真係唔好啦，呢個消息出咗啦，咁然後我哋先至趁其他人都掉貨嘅時候，唔要呢啲香港嘅資產嘅時候，我哋先至買翻咯。咁所以記住，預期內嘅消息呢係唔會影響匯率、利率、股價嘅，預期外嘅消息呢，先至會影響股價、匯率利率嘅啫。OK， 因為點解啊？大部分投機炒賣嘅人都已經係預計咗未來發生嘅事噶啦。OK， 咁債務市場同埋利率市場呢，就好重視通脹率啦、經濟增長率啦、利率同埋匯率嘅。OK。即係賭債券嘅人買賣債券人都會留意呢4個指標啦。買賣股票嘅人呢，就會留意公司嘅盈利能力啦、公司嘅投資狀況啦、本地嘅經濟增長啦，同埋全球嘅經濟增長嘅。OK， 咁到底近年有咩金融危機啦？近年有2個金融危機啦，一個就係1997年嘅亞洲金融風暴啦，另外就係07-08年嘅次按危機啦。OK。咁1997年嘅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緊乜嘢事呢？其實好簡單，係一個債務問題啦，就係一啲東南亞嘅國家同埋東南亞嘅公司喺經濟繁榮嘅時候呢，就大量借美金。咁去到95年嘅時候呢，美金就開始升啦。咁啲公司喺本地做生意，還唔還到咁多美金啊？開始還唔到咯，咁還唔到咪倒閉咯。於是各國嘅股市就暴跌啦。咁好簡單啦。其實講到尾都係一個借錢嘅問題。咁樣我哋可以喺97年入面吸取到啲咩教訓呢？就係記住要小心、小心同埋小心啦。咁第一件事要小心啲咩呢？就係要有一個好好嘅政策啦，要好穩健、透明同埋規管良好噶啦，唔好借到超晒標啦。第二就係話金融個監管機制啦，要識別到有呢個風險啦。我哋全部都借美金，如果美金升咪死，可唔可以借啲日元、歐元啊？可唔可以分散啲啊？或者可唔可以唔好借咁多啊？一間公司咁第三啦，政府同埋企業啦，要比較審慎嘅債務管理啦，即係量入為出啦，確保有能力還款先好借啦，唔好亂咁借啦。咁私人企業即係私人公司，亦都要有一個良好嘅管治啦，唔好人做你又做啦，唔好人借你又借啦，一定要可持續發展、審慎、穩健，係啦。咁07年嘅次按危機啦，咁其實又係一樣啦，一模一樣，都係一個咩債務問題啦。咁當年發生咗啲咩事呢？就係美國嘅樓價不斷上升，咁投資銀行就想賣多啲債券，於是係點呢？就鼓勵一啲美國嘅業主借多啲錢。咁於是美國嘅業主又好聽話，又肯大使啲，咁越使越多啦。咁喺呢個情況，佢借嘅錢咪越借越多啦。咁借下，如果利息上升，啲業主仲還唔還得起啊？還唔起噶咯。咁如果業主還唔起啦，
咁個債券嘅價格會點啊？跌咯。咁債券嘅價格又跌，樓市又跌，咁經濟會變好定變差？變差咯。咁所以銀行咪會執笠咯。咁所以股市又再大跌咯。咁咪影響一個經濟危機咯。OK。咁我哋喺07年嘅次按危機入面吸取咗啲咩教訓啊？第一唔好太過依賴信貸評級作投資決定。如果信貸評級機構俾到一個好好嘅級別，係咪代表佢真係冇風險啊？唔係。如果當時唔係有咁多投資者肯借錢俾呢啲銀行，或者借錢俾人去買樓，咁咪冇咁多人可以借到錢咯。咁嗰個樓市嘅波幅咪冇咁大咯，咪唔會有呢個危機咯。或者你有一個適當嘅政策去管住呢啲銀行，唔好令到呢啲銀行呢個權力過大，咁你咪可以唔使拯救佢哋咯。咁唔使拯救佢哋，咪唔會有金融危機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咩呢？一定要確保啲政策係平衡嘅，唔好不斷淨係鼓勵人哋借錢，都要審視下風險，都要穩健。咁呢個就係07年次按嘅教訓啦。